去年12月才拄启用的新竹市搜救犬训练场，也是北台湾头一座搜救犬的训练基地。不过，因为这个基地就伫咧社区的边啊，民众就伫咧念讲，这搜救犬训练的时阵，因的叫声受过吵，会去影响到因的生活品质。消防局表示讲，会伫咧暗时7点进前结束训练，希望民众体谅。搜救犬在人员的指挥下，骹手真溜俩，一下就找到受困的人，透过叫声通知人员来救人。那离时爱定定训练，就连暗时因为救灾难度提悬，嘛爱安排训练。把灾区全部闻过一遍之后，然后并且吠叫，让我知道说，这附近有找到人了。而且其实这种稳定的吠叫，在灾区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。这是新竹市去年底才拄成立的搜救犬训练场，因为基地边啊就是社区，训练过程中难免有搜救犬吠的声音。住在训练基地边啊的民众，常常听到狗咧吠，特别动袂调。消防局为着做一个好厝边，来配合改变训练时间。我们把每个月的训练夜间训练改成每个月3次以下，那每次的训练时间都在晚上7点以前完成，那尽量避免打扰到这个附近民众的作息。刚落成的时候，偶尔会听到啦，那最近就比较少听到，下班回来也没有听到什么有狗叫声呢。消防局指出，经过训练的搜救犬平常时袂乌袂叫，只是训练过程中需要透过叫声来叫救灾人员。消防局也强调，为了提升救灾的能力，搜救犬的训练真重要，也希望民众会当谅解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